们这一集欢迎收看《关键时刻50宝节》。我们看台湾现在股市抢棍，因为现在所有的股民整个股市在冲万点，这已经是台湾久违很久的万点行情。但是我们仔细来看这样的一个万点行情里的内容，我们注意到说，过去我们常讲台湾的产业你必须要外移，你在台湾死守在台湾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但这有趣的一点是，你现在看到现在台湾最值得投资的股票，在台湾真正负担真正关键的产业都是立足在台湾的，你就发现，包括像台积电，包括像大立光，包括像台塑的集团，他们在台湾赚钱，又把钱投资在台湾，在创造新的就业率，也能够建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。而这样的一个努力，这样的一个发展，它就不是只有在台湾一时一地的台湾本岛而已。现在这样的一个努力，这样的一个成就，也被全世界都看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请到的6位来宾，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人马西平，你好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好，第二位是文史工作者刘灿荣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好，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黄同夏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好，第四位是《金周刊》的主编谢富旭。大家好。好，第五位是财经专家黄世聪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好，第六位是网络观察家朱学恒。各位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看到了现在台湾现在最关心的抢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股市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冲破万点？因为这2天都是就冲破了又回来，冲破了又回来，我们真的能够站稳万点大关吗？我们来看报道。股市破万点，证券公司开香槟庆祝，毕竟这一刻等了15年。除了金融股领军，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以及苹果概念股也扮演点火的角色。最近几年，台积电表现相当亮眼，继去年拿下苹果 A8 订单之后，最近在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协助下，又抢到苹果 A9 订单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，台积电也宣布提前1年量产10奈米制程。除了巩固苹果订单外，也是能否坐稳晶圆代工霸主宝座的重要一战。股市上万点是台湾来看待我们的产业的景气，看待我们的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可是我们已经睽违了10多年，现在又重新站上了9000点，而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的久了，代表9000这个卡已经关非常的稳定。但什么时候可以冲破万点？而我们注意到说这一波有这么大的动能，其实都跟一些关键的零组件，都跟一些关键的产业是有关的，而这些关键的产业、关键的零组件都是立足台湾。而且等了15年，台湾呢终于听到了春天的燕子了。是，从1999年开始呢，有连续的4次都说股市会冲破万点，但是很快就跌下来了。不管你当时政府呢用政策利多，各种人鼓吹、敲锣打鼓，就是冲不上去。可是这2天呢，悄悄的在很多人没有注意之下呢，昨天的股市在盘中冲到了10002点，今天呢就冲到了10014点，然后最后收盘价的时候已经只差44点就要冲破万点了。然后冲破万点之后，这次呢大家发现说，这次呢跟过去的完全的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过去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是政商关系，有的是财团，有的是很多企业就说我是鲑鱼返乡，我是出走到了大陆去，我赚了钱之后我回来可以把股市给冲上来。可这次发现说，这一次呢，你看这次冲上来引导，这次冲上万点的是台积电，是大立光，是丰泰，这个是做鞋子的。他们这些企业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。什么特色？他们这12年来呢，一直是投资台湾，研发也在台湾，投资也在台湾，生产线也在台湾，请的员工也是以台湾人为主。他们是真正深耕台湾，他会告诉你说，真正的要冲上去支撑台湾的经济，我立足台湾就是最大的力势，我用技术就是台湾的优势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很多人说，这股市上万点，对我们一般人来讲，那是老板的事吗？也不完全是这样子，没有错，老板是赚了很多钱。你看像郭台铭这次一冲上去之后，他可以赚到420亿。是哦。然后这个大立光的林恩平呢，林恩平在这边呢，他也多赚了119亿，他们好像赚了很多。可是呢，张忠谋讲过一句话。台湾如果多一点像台积电那样的公司，员工的薪水就会成长。真的，当你冲上去的时候，尤其像大立光，就在我们立足在台中，然后它已经要冲到了3000点以上。你看它是怎么样？每股配发51元的现金股息，最重要的是，作为他的员工，真的是太高兴。每个人可以分92万，每个人员工分红92万元，所以你会看到说，真正的立足台湾、深耕台湾、请台湾的员工的时候呢，老板赚了钱，是员工也觉得说，我绝对不会那么苦哈哈的，薪水永远是不会成长，其实都可以冲上去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今天你在讲说怎么样去
避开这种22K 的魔咒，怎么样子逃过这个低薪的陷阱？其实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让台湾有更多这种好的产业，有更多好的老板，他们愿意投资台湾，他们愿意立足台湾，他们愿意在台湾投资，要台湾用人。台湾的年轻人才有未来，台湾的年轻人的薪水才可能节节高升。而且为什么他们愿意立足台湾呢？因为他们发现说，其实台湾有一点事情呢，台湾制造、台湾的技术，其实在全世界真的是可以站得起来的。我们看到说这里面这几个冲上来的时候，当然是跟苹果有关。而苹果往上冲的时候呢，他们都发现说，你要看，比如说晶片，你一定要找台积电；镜头，你一定要找大立光。台湾人有这些技术，可以满足这个国际的需求，而台湾的技术已经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之后，全世界都看到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台湾合作。我不跟你台湾合作，我在全世界根本不用竞争，甚至于连丰泰，它是做鞋子的，可是呢 ，Nike 的鞋子第1代到第15代Jordan鞋都是他做的，就最贵的鞋都他做的，都是他做的，所以都可以赚起来。而且赚起来之后，你发现说，不只是个别的能够用技术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，我们发现说，他们慢慢的呢，形成了台湾这几年在全世界憋得很的复仇者联盟。什么叫复仇者联盟？他们串起来了，他们有一个冠接的是，我们知道说，张忠谋呢前一段时间很有压力，三星跟 Intel 合作，老大和老三合作，要压制张忠谋，我要抢你 A9的订单，抢你 A9订单。结果呢，郭台铭呢，好像他今天讲了一段话，你就发现说，郭台铭、鸿海跟台积电也有一些结盟在一起的关系了。他在讲说，在国际产能的合作上，希望能联合厂商共抗外敌，他的外敌就是三星。然后他就讲说，我是推手之一，我有略尽绵薄之力。台积电已经抢到了 A9的订单了，证实台积电抢下了 A9的订单，甚至于在业界里面呢，开始传言是说，先前的时候呢说三星好像已经把 A10的订单给抢下去了，现在证实说 A10的订单可能也是台积电全部把它给吃下来了。你就会看到说，我们这些厂商它的技术之外，它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我们彼此之间合作。我们在国际的这个关系里面，我们用技术彼此的分工，我们同样的可以站出来，我们形成一个大联盟，帮台湾的技术、台湾的经济冲上天。所以你今天会发现说，其实到了今天为止，立足台湾、投资台湾、在台湾制造、台湾用台湾人才，其实台湾站得出来。好，那施总，我们看到奥巴马上台之后，其实他做一个最关键的产业政策，就是他要让制造业回流。因为我们看到了，你的制造业如果是留在国外的话，你的工作机会出去了，还有你很多的创新的能力也流到了其他国家，你这个国家会慢慢的空壳化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台湾在亚洲四小龙，过去很讲的，台湾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服务业，我们也有制造业，这个是其他国家非常难得见到的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波，我们发现台湾虽然我们的政治纷扰，虽然我们在社会上也是这样骚动不安，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整个产业还是非常努力的往前发展。对，台湾有一股人，一群人默默在推动台湾的经济的发展，那群人就是默默的在支撑起国内国外的这个科技大厂的这个代工。我们知道今天苹果不是公布了财报，它的财报又是创了这个历史上第2季的新高，又创新高，它股价有可能又在创历史新高，市值这么高，那你看苹果创新高之下，我们雨露均沾，台湾的供应链，台湾最大这个苹果最大供应链都是台湾的厂商，都是台湾。我们看到这一波，大立光创了3000多块，它是苹果的供应链。我们看台积电是另外一个大角，它也是这个所谓的苹果的供应链。那我们看在台积电的领军之下，这次台股有直冲万点。你看，不只是它的苹果带动起台湾的产业，我们台湾的公司也带动起一个大族群来推动整个台股往上冲。也就是今天就有看到了，不只是台积电吃下了 A9的 A8的订单，对，不但是台积电自己赚得饱饱的，你要看到了台积电其实在台湾带起了一个产业链了，它的上游下游，你不要说你光投资台积电你会赚很多。你只要进到了台积电的产业链，你都赚得到钱。对，如果台积电，我们简单的来说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为止，如果你买台积电，大概可以赚4成。那如果对你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点买台积电，你都是赚钱，你没有套牢这个状况。所以台积电造福了台湾非常多人。我们知道台积电也是台湾最高薪，它平均的年薪每个员工200万，真假的？对，那不只是这样，它还造福了很多台湾的各个这个产业链，包括说汉微科是台湾第2家突破2000块的公司。那日月光汉微科就做它的上游的监测的。对，那日月光细品是做它下游的封测，那联发科、瑞昱等等，它是做它的所谓的 IC 设计。你看它带动起一个所谓的
台股的整个族群，大概影响的市值牵动跟台积电相关，大概有30%到40%。所以我们之前讲说，为什么台积电这么重要的是，它不是它一家公司的问题，有了台积电，我们刚刚讲汉微科、日月光，包括细品、联发科、瑞昱，对，他们在台湾才有所谓的立足之地。对，没有错。那这些人他们还非常辛苦在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像这个汉微科，我们讲一讲它的故事。它在2012年上市的时候，宝洁你知道它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200块挂牌，200块到今天为止，它已经涨到2280块，最高纪录。所以我一开始它上市我挂牌，我现在已经有10倍了。你买了任何一个时间点买都会赚钱。那而且中间还有配股配息。对，那为什么会这么赚钱？因为他们真的非常深耕技术，他们这个在做一个光学的这个所谓的电子束侦测，是这个是台湾独有的技术，他们公司独有的技术，他很早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发展的重心，而且你知道这是他们总经理这个赵允嘉，他还做了一件事非常有趣，他之前曾经他们技术长，后来2011年变成总经理，可他最近辞去总经理的职位，你知道为什么辞去总经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回去做技术长，他要再持续去深耕他的技术长，对他要回到美国去持续深耕他的技术，持续再往这个下一代的技术去研发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他们这个技术能够这么好，就是因为他们持续不断的在投入研发，专心的在研发的这个工作，他们的股票也都没有卖，所以才会造就说他们为什么可以涨到2280块的这个世纪的记录。是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了，刚刚讲到了，因为台积电带动了一个产业链，也就是，但是问题是你不是只有自己会成长啊，当你成长以后，你的敌人就变多了，对，所以你其实面临了也是一个非常险峻的状况。对，事实上今年对台积电的话，之前我们都听到很多利空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它跟三星的鏖战非常的激烈，不过台积电也是不会惊了，他就说没办法，4月10号的时候。这个台积电共同执行长刘德音他就说，10奈米我们预计在2016年底开始量产，在下一个世代制程针把领先的优势抢回来。为什么他没有停下脚步就是？对，为什么他要这样说？因为其实台积电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技术里面，它是锁定了16奈米，但是原本啊。这个三星是落后它，但是三星就说好，我既然落后，它原本是20奈米，他想说好，我落后你，我就直接跳过16，我直接做到14奈米，所以三星是直接跳过很多个制程，它跳过2代就直接做到14奈米，就全压在那上面，就没想到被他们成功了。成功之后，它现在14领先台积电16，那台积电就说没关系，我现在把全部重心摆在10奈米，它2016年年底开始生产啊。所以我就说，在下一代制程10奈米之后，我会把领先优势再重新抢回来。所以你看，他们2家公司是竞争这么激烈，争斗来争斗去。那你看28号的时候，三星又放话，他说，我要加码投资平泽厂，10兆韩元，10兆韩元是多少？100多亿美金。他在这个韩国盖一个厂。大家就想说他盖一个厂要干什么？他就说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呛声，他说我现在是晶圆代工者，在第3、第4名，我在未来几年之内我要变成第1名，公开对台积电呛声，说我要干掉你就对了，跟台积电喊话了。对，那市场就开始担心说哇，他投资这么大一个厂，难道他是100多亿美金呢？难道他是接到A9或A10的订单吗？大家非常紧张的时候，这时候。郭台铭出来了，他就说台积电抢到 A9 订单，我有略尽绵薄之力。他尽什么绵薄之力？对，他就自己讲出来讲说，A9 订单，我有帮到忙，因为他之前要组一个抗韩大联盟嘛，所以你看他抢到 A9，这等于是间接证实了说台积电有抢到 A9 的订单。那现在业界又说他还抢下了 A10 的订单，连 A10都已经拿下来了。对，也就是说 A9、A10下2代的这个苹果的订单，他都拿下来。那当然对台积电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诱因。那为什么台积电技术会这么好？我们必须讲。台积电也是一直深耕在台湾。我们看到过去几年3、4年以来，台积电都是台湾投资第1名的公司。是哦，每年都投资100亿、80亿美金这样的投资。今年要投资120亿美金，每年都是台湾投资的第1名。那当然就是技术非常好嘛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它跟这个鸿海郭台铭一样，它有非常多的 IP。IP 就是细制材这个东西。细制材就是说就是说线路板的设计里面一块一块的这个东西，它累积的越多的话，等于是说像积木一样。我如果假设今天宝洁，我的技术门槛就越高。你宝洁你要设计一个东西，但是你不会设计的时候，台积电没关系，说你可以来跟我投片，我可以帮你设计出来，因为我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线路板可以供给你，所以它累积了10多年的这个细制材，也是变成是台积电无法突破的这个门槛。所以三星在后面追赶，看来是有点难度。不过你也看得出来，台积电是怎么在深耕它的技术啊。不过今天大家也比较好奇是，郭台铭今天自己跳出来说，台积电抢到了 A9 的订单，我略尽绵薄之力。可是大家想说，库克是一个将本求利的人啊，库克只看数字，他不讲感情啊。今天郭台铭真的可以影响到库克吗？其实郭台铭他一直非常有一个痛，他除了最讨厌这个王传福这个比亚迪之外，他另外最讨厌就是一个三星这家公司。为什么？他可以说是第2代的这个三星的抗航的这个总司令。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第1代，我们知道三星是台湾所有的电子业之痛。
我们第一代曾敌人经有第一代的这个抗韩总司令是李坤耀。李坤那时候他是第一任，因为那时候面板杀得很凶，对，面板杀得很凶，但是没办法，韩国太厉害，韩国用这个所谓挑拨离间的各式各样的话，甚至去告美国的洋壮，瓦解了我们第一代的抗韩行动。第二代抗韩行动是谁？郭台铭就跳出来，他说：“我是在动美寮三星的这种，我决定啊，要力主台湾一个大联盟来对抗三星。”他那时候找了谁？他说：“我们晶圆代工有台积电，对，我们这个 IC 晶片有这个联发科，我们还有这个 HTC 啊，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联盟对抗韩国，一定会赢嘛。”所以这几年啊，他有非常多动作，譬如说他之前不是去买了夏普吗？买了夏普，他就是说我要连日抗韩。所以他也做了这个动作。那另外一个，他就在里面的话，在集团里面又把群创持续的在面板这持续的扩产。另外，他跟苹果深深的结合在一起，而且不止这样哦，他最近还想出一个妙招。他又想什么？他去跟韩国有一家叫 SK 飞龙的合作，也就是什么以韩制韩。以夷制夷，他现在是说，反正他想得到任何办法可以对付三星的，我就一定要对付你就对了。不是，很多人都讲说台湾反商，那台湾怎么可能反商？我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讲，台湾最值得尊敬的人就是企业家，因为你在台湾投资的，真正面对风险的，真正雇佣员工的，就是这些企业家。所以其实你看到为什么王永庆过去在台湾有这么高一个地位？刚刚讲到的，现在整个股市能够往上冲，就是台湾虽然有一些不良的企业家，但还有一些非常兢兢业业在本业里面努力工作的人，而且刚刚特别强调。这些人赚了钱以后，他们又投资台湾，投资台湾了以后，他们又创造就业率，让台湾进行一个良性循环。我们刚刚提到说，台股上万点，主要是台积电，主要是大立光啊，还有主要这次台塑集团也是功不可没。但是这些企业的共同特色就是说，这几年来啊，他们都是主要，投资都是在台湾的企业，像台积电一年大概要投资3到4千亿新台币啊。那大立光光在今年它股本才16亿多哦，对，它就要投资它股本超过15倍的投资金额，大概205亿，在台中盖一个超级工厂。你说大立光也要投资200多亿在台中？对，它超过它股本大概15倍。是。那台塑集团更不用讲了，10几年前它投资6千，那是好几千亿的投资，陆续在投资。台塑陆续在投资的金额也是好几百亿，就是这是台股当这个攻坚的主角，就是这些投资台湾的企业。好，因为你刚刚讲到说，其实台湾我们刚刚讲，台湾其实不反商，台湾对于正好的企业家，我们是一直非常尊重、非常尊敬的。你们看到《金周刊》之前也特别提到了，你们说大立光的等于少主。林恩平，他说是科技界的科批。你刚刚讲了，他们现在在台中，光丢下这个建厂房的钱就达到200多亿。对他计划，而且他已经发包了喽，发包了，对，他这个工程已经发包成这个厂3年之内就要盖好。这个厂盖完之后，大立光现在大概有4个工厂。以前他的扩产方式就是说我赚到钱的时候，我再盖一个新厂。那这个新的接班人林恩平上台之后。他很有魄力，什么样子？他就觉得，未来他这个所谓的镜头这个东西呀，不仅可以用在手机上，也可以用在汽车上，甚至医疗上都有可能。而且手机上，我们感觉好像智慧型手机成长在趋缓，对，大家就很质疑说，你为什么在趋缓饱和的状况之下，还要砸这么多钱投资？他这个厂盖起来是以前的厂加总的产能呢，非常的庞大。那为什么他会做逆向投资这个动作？因为大家忽略了一个趋势，智慧型手机或许未来1年大概就是卖10亿只，10亿只、11亿只，成长不多，但是镜头会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刚开始我们智慧型手机不是只有一个镜头，现在是2个镜头嘛，自拍跟拍别人。现在又搞不好会有所谓的3D 的摄影，3D 的摄影，你外面的镜头就要有至少要有3到4个镜头，而且现在汽车也是啊。以前我们那个汽车是不需要装镜头的，现在南韩政府跟美国政府都立法规定哦，要装。你那个有些大卡车啊、大巴士，因为有开车的时候会有死角嘛，勒定它要加装镜头。像我们台湾的拉准汽车，装了8个镜头啊，大概100万级以上的汽车，大家都装了很多镜头。这也是大立光它可以发挥的地方，所以它才敢这样逆向的投资。那你们刚才谈到就是。他是科技的科批，也就是他非常特别是，他是不应酬的。我们知道台中最大的一个工商的团体叫磐石会，他居然不参加，他等于说每天回家都在打坐，而且刚刚讲到的，他们的整个产业
是非常要求台湾这个精细工业的一个代表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其实他那个林恩平，他是在2006年接班。他接班的时候，公司股价大概是600多块。是。那当时大立光已经是被公认是很好的公司。那大家可能会质疑说啊，他接班的是一家很棒的公司，做到这种程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大家有没有想到说，他这5年来啦，再过2个月就满5年了。是。股价从600块涨到3000块，5倍。而且做这个手机镜头不是国门斗气哦。不是说只有他一家人做哦，韩国就有3、4家，中国也有2、3家，台湾自己也有3家在做。它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，不是只有他在做而已。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，他还可以做这么成功，表示说他的确，所以我们才会下一个标题说林恩平他虽然是一个小儿科医生，但是他可能是台湾。去年最强的 CEO， 因为他怎么做到的赚了100，那他怎么做到的呢？所以我们看这个，他现在的投资的手笔也非常大，205亿，就是他现在16亿的股本10几倍，所以那种气魄，像很多我们那个台湾很多企业早期很多，比如说赚到钱啊，可能去做一些跟他本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转投资啊，或是做土地炒作啦，或是炒股票啊。但是他们都非常专注的经营，而且大立光还怎样？你会看他的财报，你会发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：这家公司去年营收将近500亿，但是它的营业费用才不到2%。这对一般公司营业费都是管理费用跟交际费用嘛。他不交际的。对。所以从这边看起来，它几乎是不交际的。它营业费用可能大部分都是坐飞机商务这样旅行。是哦。那我去问里面他的大立光的资深员工，他给我讲说，的确是不交际。哦。因为台湾的代工厂啊，我们要说争取苹果啦，或是争取一些什么 IBM 啊什么订单，把他们奉若神明啊。他们采购部的人来台湾的时候，招待呀，要招待去什么金钱豹什么的，要花天酒地一番呐。你说大立光不要？大立光不是，他们是怎么争取订单的呢？从他爸爸开始，啊，他们第一笔关键订单是柯达的相机的镜头嘛，他就写信传真，写信传真都没有下文。直到第7年才得到柯达的回复，才开始下单。然后现在林恩平怎么争取订单呢？他现在开始做隐形眼镜嘛，对，他做隐形眼镜，他开始做隐形眼镜，他现在隐形眼镜但是他现在做隐形眼镜，他没有单子啊，没有订，因为隐形眼镜的那个品牌大厂都是娇生啊，或是那种日本的很大的对啊，那个大厂，对他那种争取不到，于是他想到，他也不是去招待人家喝花酒，他想说，我这个隐形眼镜做得很好，很便宜，他说他就自己设自动贩卖机。在台中商圈，然后呢，在逢甲商圈，设隐形眼镜的自动贩卖机，然后一副只要100块新台币，那别人要500-600块，100块，别人到500-600块，甚至比较好的都要上千块哦。他只卖100块，贵的话可能有加一点色彩的卖200块。他做这样对营收帮助不大，但是他为什么吗？要这样做，也是为了要争取代工订单，要引起大厂的注意啊。就是说，那品牌大厂说，你看我的隐形眼镜这么便宜，做的跟你一样好，但是价格只有你的1/5，是。那大单看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，引起大厂的关爱，是。所以他们做生意是这样做的。好，那细品刚刚讲到了，在台湾我们还讲的有些立足在台湾兢兢业业，而且刚刚讲到，我没有把这个钱拿去炒土地，我也没有拿一些黑心的商品来整个荼毒台湾的老百姓。他把赚的钱又投资在台湾，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，不管是台积电，不管是大立光，你值得被肯定是他们很多的获利其实是跟他们的员工共同来分享的。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说，台湾不重要了，台湾要赶快弃守了，要赶快去其他的地方了。但不对，当时间过去了以后，留在台湾的才是赢家。现在谈起科技股，英雄辈出，百花齐放，大多说什么大立光、联发科啊。在我跑科技的时候，科技股只有2个名字哦，真的吗？别的名字根本被提都不要提，台积电、联电、晶圆双雄。我告诉你，这2家就决定了台湾股市的荣枯。哦，为什么这2个晶圆商最厉害？开玩笑，台积电晶圆代工天下第1名，联电晶圆代工天下第2名。台湾有个世界第1跟世界第2，这多不了不起。
我当然因为那时候跑科技，跟2位都很熟。是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联电把我们找去联电，从早上8点钟上课上到晚上6点钟，曹兴诚跟薛明志亲自替我们上课，里面除了讲制程，讲什么半导体里面，全都在讲他们要怎么崛起，怎么发展，最后要超越台积电。当时曹先生思思念念就是要跨过台积电。对，但是关键的转折点在2001年。这个嘛，为什么是2001年发生全球半导体的不景气、大衰退？哦，结果2001年那一年，台积电是全世界少数还赚钱的。哦，那联电亏了40亿。是哦，亏了40亿，联电就知道了，他今后想要击败台积电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什么路？到海外去找帮手，结盟来打败台积电。是，那这个张忠谋我就是固守台湾，是你来打嘛。好，联电就找了谁？找了到苏州，大陆苏州找了和建。找了和建？开玩笑，和建那时候大陆第3强的。是啊。对，只输给中磊跟鸿华。世界第2大的跟大陆第3大的这个联手，这本来是不得了的事情，但是补药也是毒药。补药是毒药，为什么？因为政府那时候保护科技工业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去。哦，他说我没有投资，我是记了，你就是去投资的。结果副董事长薛明志家里面被搜索，然后曹兴诚跟薛明志被起诉，最严重的是徐建华。我们那个跑新闻都知道，徐建华是老曹的心腹大将。哦，当初联电的第1场就让徐建华当厂长的，是他把徐建华联电第1场厂长，把徐建华派去和建当董事长，这太明显了嘛。但是政府中央民国政府怎么去整徐建华？拘提，把徐建华给抓起来，把和建的董事长给拘提起来，这下不得了了。这一下，砰一下，和建因为这件事情，8寸晶圆厂啪一下，我刚刚讲它第3大，掉到第8大，是啊，对，那联电啪一下也一直掉下去，整个官司纷纷扰扰，2010年才定谳。那时候虽然这个老曹跟薛明志都无罪，但是已经受到了重伤。今天的收盘价，台积电你知道多少吗？151.5块。你知道联电收盘价多少？14.85块。这么惨，我要1/10。联电今年要在厦门设12寸晶圆厂。哦，哎，联电还要在大陆设厂啊？联电跟和建400亿，而且他还是跟和建，都还是要跟和建来打台积电，在厦门设12寸晶圆厂，所以他这次设12寸晶圆厂能不能翻身，台积电也在看。好，那是说刚刚讲到了，现在台湾除了我刚刚讲的科技产业以外，其实有很多我们看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被注视到了，而且我们有没有想到台湾的传统产业他们的实力这么样的坚强？而且我们都说台湾的科技业是全世界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止台湾的科技业是全世界朋友，台湾的传统产业也是全世界的朋友。是这样子吗？真的，我们来看几家公司，这个是美国在创新高的这个过程中间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 Nike。Nike 我们知道。你看 Nike 10几年的时候是20块，它现在已经涨到100多块，而且它现在已经是道琼成分股之一。是。那另外一家就是 Under Armour，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这个现在已经是美国第2大的运动品牌。对，他看它前几年的时候也是10几块、5、6块美金，现在已经涨到8、90块美金。那为什么他们涨成这样？那你说跟台湾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背后的代工厂商全部都是台湾公司。你说不管 Nike 或 Under Armour 都是台湾的，对，都是台湾代工的。你知道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如虹吗？如虹就是 Under Armour 的最大代工厂商，它股价可以涨到400多块，很多跟它相关的一些做什么机能部股价都全部大涨。那跟 Nike 相关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丰泰，就是这一家公司。你看丰泰这家公司的话，如果你真的去买它的股票，去年这个下半年的时候，它一股才大概70、80块，现在已经飙到曾经一度飙到200块，半年之内3个月内涨了1倍。哇，这为什么涨成这样子？因为很简单，涨1倍哦。因为 Nike 一直在往上涨，所以它也就跟着往上涨。那最重要就是说，因为它是一路深耕台湾，它是很少数深耕台湾的公司。哦，是吗？它在公司，它有一个非常奇怪，因为它的公司在这个主要是在斗南这个斗六这个地方，云林啊，对，云林斗六这个地方。而且他们公司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台湾丰泰的公司啊，
这个员工必须是中华民国国籍，也就是说他不用外劳，他在这个云林斗六厂没有任何一个外劳。我不是想说这个是比较低阶的，需要用外劳吗？是，他不要外劳，他完全公司一个外劳都没有。对，在台湾这个厂商里面一个外劳都没有。是，那你在想说，哇，他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其实他也是一路苦过来，因为他一路深耕台湾的技术。事实上，他刚创业是在1971年，那时候用200万美金。他当然最大的转捩点是跟 Nike 合作。宝姐，在20-30年前的 Nike 根本没有人要跟他合作，你知道？是哦，那是一家小公司啊。Nike 曾经是小公司，然后后来他来找了这个丰泰，但是 Nike 小公司虽然小公司，他要求很多。他第一次下单给这个丰泰的时候，下了11000双的这个所谓的帆布鞋。结果没想到这个丰泰信心满满做出来，结果没想到 Nike 一来看说，你这个好像有点小小的瑕疵啊。结果呢？结果没想到这个被退货了。对，他们老板王秋雄非常的这个痛心，他说，我的技术居然连一些小鞋厂他都鄙视我，于是他就下定决心，他把11000双的鞋子拿到他们厂房，把这个所有的员工叫来焚烧，当场就烧掉。当场烧掉。对，宝洁那时候把鞋子全烧光了。对，那时候的这个烧掉鞋子价值大概200万台币。那时候很多他大概2个月的营收，他们创业也才200万，几乎把一年的这个营业额1年的这个股本全部都烧掉。他敢这样烧，结果这样一烧 ，Nike 就说你好像真的也想要这个玩真的，玩真的，所以他后来就跟 Nike 合作。那 Nike 合作，因为 Nike 逐渐这样壮大嘛，所以刚我们讲到，从第一代的这个所谓的 Jordan 鞋，一直到最新的这个 Jordan 鞋，全部都是丰泰做的。Jordan 鞋都是丰泰做的，而且它的这个还是丰泰研发的。是美国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丰泰把它负责做出来。因为它目前在台湾，它有2000，在 Nike 的研发总部在台湾，就是因为丰泰说我麻烦你把这个研发总部设在台湾，我要跟你合作。也就是因为丰泰的坚持 ，Nike 才把研发总队设在台湾。你说 Nike 研发总部有一部分是在台湾的？对，它就是因为这个丰泰的坚持，所以你看丰泰这样一路的这样深耕下来，它真的是非常厉害，而且他们丰泰还治军非常严格。怎样治军严格？在我们以前都觉得说，这个传产公司一定管理非常松散。对，宝洁不是，在早年的日子里面啊，你只要我们以前都不用戴安全帽的，以前都不用戴安全帽的，你在十几20年前，在斗六你要分辨是不是丰泰人很简单。为什么？只要戴安全帽，一定就是丰泰。为什么？他们自己要求说，员工你要保护你自己，所以你一定要出去要戴安全帽。老板管这么多，对，而且管说你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帽。对，而且你看他们在厂房里面行走的时候，厂房要随便走嘛，不行，他们要沿着这个所谓，他们有画这个线，你要沿这个线走。斑马线这个行走路道，你要这样走，而且你走的时候，他们采访人就说，他亲眼看到员工这样走，然后还转直角这样走。他们是军人，还转直角。对，而且还不止这样，你看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办公室里面，办公室有什么特别？我们一般桌子不是都放进去吗？对啊，不用，他就直接这样放，而且要放对齐，因为你直接就坐下来，还可以节省时间。等于说，我的桌椅这样子就固定了，对，你就直接坐下来，对，我还不要搬椅子，对，就直接这样做好就好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觉得传统产业好像都很随便，没有，你要进去丰泰里面的这个公司的时候，你在门口的地方，你把手机都收起来。传产干嘛要收手机？你又不是台积电。宝姐，传产里面有很多高科技啊。Nike 的鞋子下一代的新鞋子是什么样式，别人也要抄啊。那如果你这个泄露出去还得了？所以你进丰泰真的要把手机拿起来。对，所以他们也是，人家就说他们是这个鞋业里面的西点军校，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这个公司，而且他们公司还真的对员工非常好。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是值得嘉奖。你看，这是他们老板，他们老板，你想说，现在身价他已经是全台湾第21大富豪。是。结果你知道住在哪里？这是他住的地方。这是丰泰的这个宿舍，他还住在宿舍里面。他住宿舍。对，但是他虽然自己住宿舍，但是他给员工是非常好的照顾。那员工宿舍还有游泳池啦、网球场，这个各式各样都非常的完善。而且你知道，员工宿舍还有一段是，就是说它环境真的非常好。我们知道前法务部长陈定南要过世前一段时间，他就在这边静养。真的？对他，因为他跟王秋雄是好朋友。王秋雄说：“那我们带我们员工宿舍来静养。”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他员工宿舍环境是多么好。所以雪恒是我们刚才讲到了。台湾真的要脱离那个22K 的魔咒，真的要让我们的大家的薪水往上调。你真的只有去鼓励那些台湾更好的老板，更愿意在台湾投资，更愿意在台湾设厂，更在台湾用人，然后呢，整个薪资提高，才有提高的机会。好，另外我们要谈一个人，就是郭台铭了。他跑出来说，这一次台积电拿到A9的地段，他略尽绵薄之力，他吹牛来讲真的。因为郭台铭这次出来讲，其实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我今天不但跟苹果的关系好。而且我可以影响他往什么方向走，因为 Tim Cook 其实以前就一直是负责供应链，对，那供应链他直接面对面的，就是郭台铭所以他多次到中国去拜访的时候，都是郭台铭陪。郭台铭结婚的时候，
还有请 Tim Cook 来台湾来参加他的婚宴，Tim Cook 有来，是哦，只是当时大家还搞不清楚这人到底是谁。但问题是我们应该这样讲，如果郭台铭只是讲说啊 A9 靠我，或这个订单靠我，也就算了。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目前有一个独家的苹果认证的2手产品独卖，只有鸿海在做。对于苹果来讲，它这一季的财报公布了，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它的第2大市场。那问题是我们刚刚讲过，3线、4线城市还是进不去啊？对，怎么办？郭台铭这时候提出一个全世界都没有，只有他有了一个独家合作方案。我帮你卖2手良品，经过官方认证。上个星期三，他底下的妇联网第一次上线，整个网站挤爆，1小时之内就贴出来说，对不起，我们2手良品卖完了啊，这么畅销。所以全世界只有郭台铭获得 Tim Cook 的信任是，我原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地方，但我授权你用2手经过官方认证的 iPhone。打进中国市场，替我开疆辟土。我们看到了重要的、伟大的企业家，他们是要有想象力，才能够想象别人想象不到的商机。他们有执行力，把这个商机给创造出来。台湾这样的企业家是有的，我们也要希望这些企业家跟台湾更紧密相连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回来。